可是人过为性格的，判断对我某人军人呢，现在生活电视叫做，下边时代报道单据其实都是啥呢？我来什么哪里呀？呢，包括现在是个贵古手，送个送手，哎，那突手写写，我都是到错的个样的，都不知道落地的人的呀，看到包括现在是个。哎呢，贵古手送个送手，突手写写，我都是带的有了，头动永久，这个老主着，他人了呀，拍摄我都是带下去，一起有。刚日รา为过为新康的日，刚日我们之前学过的是雪山，刚是雪，日是山。以是的，รา哇有围墙、围篱的意思。刚日รา哇是雪岭，以雪山排列而成的围墙。后面这个萨是格位词，表示用雪岭去做一个动作。过瓦是围绕、环绕的意思。以是的，新康有疆土。刹土世界，表达一片很大片的土地的意思。的是词，这后面这个ra是一个格位词，表示在哪里于哪里，所以的就是在这里。刚日ra为过为新康的日，偏当대화马路中为内。pen 是利益、帮助的意思，当是和，대화是安乐、舒适、舒服，马律是无余，马是否定词，驴是剩下、残余的意思，马律就是无余、全部，中瓦是产生、已是的，内是地方、处所，pen当대화马律中为内，今日希望电竞加错意。今日希我们之前学过的是观世音，望是自在，打给看不蹲给雷度千年木那，电竞加错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电竞是持教，加错是大海的意思，已是的。今日希望。电竞加错意，小贝 CT bardu 电锯机，小是脚足的敬语，贝是莲花，小贝指的是足下踩的莲花，足莲。C 是有三有的有，也就是轮回的意思。踏是边际，已是的。bar 是之间间隙。从哪里到哪里之间的意思 ，CT bar 就是直至轮回尽为止，这当中的时间度是一个格位词 ，dan 是稳固、坚固、稳定的意思 ，gurji 是唯愿、发愿祈求，下贝 CT bardu dan gurji。Shabe
진노를 공사 격은 첨부초 공장 구조 백미 총갈라扎西德勒长面书，恭祝达赖喇嘛尊者90岁华诞，生日快乐，身体安康，法轮常转，长久住世。Happy 90th birthday to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Susan Wan Klai Wan Good on Dalai Lama อายุครบ90 ปีครับ Amen.